首先有請我哋上屆獲得最佳中小企及中小企獲得認可項目獎項嘅得主，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盈翠半島。咁今日同我哋分享嘅兩位嘉賓呢，就係來自高級物業經理羅宇霆先生 Patrick， 以及高級物業主任顧曉文小姐 Cherry。現在有請兩位。好，大家好，現場朋友大家好啦，線上朋友大家好。咁我係來自港鐵公司盈翠半島嘅 Patrick 啦。咁身邊嘅同事阿 Cherry 啦，先介紹咗啦咁樣。咁我哋今日好開心啦，咁收到Green Council 嘅邀請啦，咁讓我哋有個平台可以分享翻我哋過去喺盈翠半島裏邊嘅一啲實踐啦、啲表現啦、ESG 嘅表現啦咁樣。咁同事好辛苦，我知答俾阿 Stephen， 多謝你俾個平台我哋好。我哋嗱呢個熒幕上邊有6個 point 咁樣啦。咁其實就係我哋主要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就因為其實因為時間都有限啦，咁樣咁我哋都嘗試揾咗一個項目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咁希望可以讓大家都可以得到一啲啟發啊，或者一啲得着咁樣啦。好。咁我哋咁先講咗我哋港鐵公司啦，咁就推動我哋嘅城市持續前行呢個使命啦，咁我一直履行住啦。咁我哋公司其實過去就翻住呢個使命啦，咁我哋去一直都參與緊香港嘅一啲建設啊，一啲發展啊咁樣啦。咁就同埋同樣地咧，咁就都會促進翻我哋嗰個社區個成長啊。咁我哋亦都將我哋 ESG 咗我哋嗰個企業嘅策略上邊嘅。咁而家植入咗個策略度啦，係咪？植入咗嚟。咁anyway，咁我哋講翻3個環境及社會目標啦。咁社會共融啦，一個就係嗰個我哋個發展啊，同個機遇啦，同埋我哋點樣去減少嗰個溫室嗰個排放咁樣嘅。咁接住落嚟，我哋講翻我哋盈翠半島一啲實務上嘅嘢啊，咁樣。咁我哋交俾阿 Cherry 講咯。好，咁都好多謝 Patrick 啦，同我哋分享翻公司嘅目標啦，同埋使命嘅。咁而家由我介紹一下屋苑嗰個 background 先。咁港鐵公司咧，多年嚟都係用鐵路啦加社區嘅發展概念，建構多個以人為本嘅社區啦，致力促進翻呢個社區嘅成長同埋可持續發展，提高翻優質嘅物業管理服務。盈翠半島咧，亦都係港鐵發展同埋管理嘅大型屋苑，喺港鐵其中一個鐵路加物業嘅發展項目。位於青衣站嘅上蓋住宅物業啦，連接住東涌線同埋機場快線嘅。而我哋嘅管理團隊亦都跟隨住公司嗰個方針，將環境、社會同埋管治嘅理念融入翻喺日常管理之中。咁而家我會同大家分享下我哋過去1年點樣透過唔同嘅行動去履行公司嘅3大環境同埋社會嘅目標。跟住落嚟，我哋準備咗一段短片，同大家分享一下盈翠半島嘅背景。好，咁而喺呢個環境啦，同埋社會目標1，社會共融，包括安全啦，同埋呢個可持續環境、多元共融同埋平等機會。喺社會共融方面啦，我哋致力都為所有嘅住戶去提供翻安全啦、無障礙同埋可持續嘅物業管理服務，保障翻員工啦、住戶啦、承辦商同埋合作夥伴嘅安全。而我哋亦都不遺餘力咁樣去推動呢個職安健，堅持實踐翻港鐵公司物業部門嘅核心價值觀，致力追求翻零傷亡嘅理想，用沒有最安全，只有更安全作為工作目標。而我哋都致力為住戶提供安全衛生嘅物業管理服務，我哋實行咗全面嘅預防清潔措施，確保屋苑嘅大堂啦、會所等嘅設施啦，保持翻清潔，保障翻住戶嘅健康。我哋亦都有定期去舉辦一啲消防嘅講座啦，並邀請一啲消防處到屋苑為住戶作分享，增強翻住戶啦對防火安全嘅認識，提高翻員工處理滅火工作啦，或者係遇到火警時嘅應對能力，用嚟降低風險。而喺多元同埋共融方面咧，我哋都致力喺實務啦同埋政策中消除歧視。
喺工作環境促進多元文化啦。而港鐵公司咧，亦都係呢個平等機會嘅僱主，致力提供返冇歧視嘅工作環境，亦都遵守相關嘅法律要求啦，防止任何人受到歧視，同時都嚴格要求所有嘅員工彼此尊重。我哋都建立咗性別平等嘅網絡啦，透過講座、工作坊同埋聯誼嘅活動啦，促進討論同性別有關嘅議題，推廣工作場所中嘅性別平等同埋多元化。而我哋早前亦都舉辦咗關愛社區服務日。今次活動係由一班同事同埋義工聯合共同參與，目的係走入社區，同長者同埋有需要嘅街坊送上支援同關懷。而未來咧，我哋都會繼續推動唔同嘅社區行動，將關愛帶到更多嘅角落。咁講下喺環境同埋社會目標2啦，包括咗員工、業務夥伴同埋未來技能創新方案。喺員工方面咧，員工同埋人才就係推行轉型同埋實施策略嘅關鍵要素。我哋培養持續學習嘅文化啦，透過多元化嘅學習資源同埋培訓嘅計劃，用嚟支持返員工嘅成長同埋成功。除咗係專業發展之外啦，我哋都持續定期咁樣提供唔同嘅培訓活動，促進返社會嘅共融，培養返員工之間嘅同理心。我哋都提供咗全面嘅學習啦，同埋發展嘅課程，用一啲工作坊啦、網上研討會、體驗式嘅學習同埋其他學習平台等等形式進行，而內容亦都涵蓋領導才能啦、業務管理技能同埋一啲客戶服務。而喺業務夥伴方面咧，同合作夥伴持續溝通環境保護同埋社會責任嘅議題啦，所有供應商咧必須遵守呢個供應商嘅行為守則，確保遵從返人權啦同埋勞工嘅權益、環境保護、供應鏈管理同埋商業道德操守嘅嚴格標準。咁喺未來技能同埋創新方案方面咧，創新同埋科技係港鐵公司實踐理念同埋推動增長不可或缺嘅元素。我哋秉承住不斷進步同埋創新嘅精神，推出咗唔同嘅環保項目配合創新科技，並融入住 ESG 嘅元素。而喺25年，我哋參加咗由港鐵舉辦嘅津善圈 WIT， 榮獲咗最佳提案獎嘅金獎、最佳發佈獎金獎、ESG 提案獎嘅優異獎。咁講下喺環境同埋社會目標3，減少呢個溫室氣體排放，包括呢個碳排放、潔淨能源、能源效益、廢物管理、環保同埋低碳設計。喺減少碳排放方面咧，我哋就致力將呢個低碳措施啦融入返港鐵公司嘅政策、策略、規劃同埋營運之中。同時，我哋都致力採用合適嘅節能措施，並喺營運上咧產生更多可再生嘅能源。喺25年，我哋同環保署緊密合作，申請咗 EV 屋苑充電2嘅資助計劃，合共都有700個車位配備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以推動電動車嘅普及啦，同埋可持續交通方式嘅發展。另外，我哋都喺會所活動室度進行咗一啲翻新，包括去換一啲冷氣啦，同埋燈，更換之後咧都節省咗大約20% 嘅電量㗎。我哋亦都喺屋苑提供咗一個平台，俾環保組織啦同埋團體能夠舉辦一啲宣傳啦、教育嘅活動。我哋喺25年6月同會所聯同埋中電合作，舉辦咗一啲節約能源嘅活動。而喺25年，我哋都好榮幸獲得中電頒發嘅積極慳電大獎金獎同埋慳電推廣先鋒大獎。另外，我哋都邀請咗住戶參與唔同嘅節能活動，例如地球1小時活動、節能約章計劃同埋無冷氣夜等等，攜手同住戶一齊節能。咁而喺潔淨能源方面咧，我哋都喺屋苑設有太陽能發電板啦，同埋風力發電系統，為照明系統提供電力。當中亦都包括太陽能嘅充電背包啦、太陽能風扇帽啦、太陽能風扇同埋供地燈等等。而喺廢物管理方面咧，廢棄物咧就佔全港嘅碳排放量8%，減廢同埋資源嘅作用咧，不但只有效，更持續地善用資源啦，仲有助減少呢個碳排放啦，申明廢物管理嘅重要性。所以我哋喺屋苑日常都推行咗唔同嘅環保措施、活動同埋培訓等等。
我哋咧亦都會教育物業嘅使用者啦，有關分類同埋乾淨嘅回收知識，例如通過喺回收點附近張貼一啲海報啦，或者係提供一啲相關嘅培訓活動。我哋都致力去培養返員工嘅可持續行為文化。而平時咧，我哋都會有喺屋苑啦舉辦一啲唔同嘅回收活動。我哋亦都鼓勵職員啦，用一啲創新嘅方式去減廢同埋回收，推動創新同埋可持續嘅解決方案咧，就係我哋舉辦唔同嘅工作坊啦，去履行我哋對可持續實踐嘅承諾。而日常咧，我哋都有用一啲用嗰個 MTR Property App 啦，用嚟去代替一啲紙本告示，向住戶發放屋苑嘅資訊。我哋都致力將環保元素啦融入喺周邊嘅環境之中。我哋嘅屋苑咧都採用咗可持續嘅設計，重點針對翻融入社區同埋善用呢個天然資源，以及採用一啲環保同埋嶄新嘅技術。咁我哋喺25年啦，都好榮幸獲得唔同嘅專業機構同埋組織嘅認同啦，亦都拎咗唔同嘅獎項同埋認證，包括喺25年9月嘅時候拎咗 Green Council 頒發嘅香港成就獎最佳中小企。咁今日我哋會分享翻其中一個可持續發展嘅項目啦，就係生態共生，再向未來。咁呢個項目咧，就係我哋用廚餘嚟去餵黑水虻，黑水虻用嚟餵魚，而魚中嘅水用嚟種植翻水耕菜。而呢個係黑水虻嗰個 life cycle 啦，咁佢就係由黑水虻就育蛹啦，之後再成蟲，之後成蟲之後佢哋交配再產卵，之後再變成就係變咗產咗卵啦，之後再育蛹，不斷循環。咁最後咧，我哋都會將魚啦同埋有機嘅蔬菜啦贈予翻俾低收入家庭，而呢個項目咧，亦都可以同員工同埋住戶推廣翻呢個永續嘅農業啦，提高環保意識，收穫轉贈俾有需要嘅人士，關愛翻弱小社群，展現企業。咁喺物業管理嘅工作入邊咧，科技發展嘅迅速，我哋必須喺有限嘅資源中得到最大嘅。同時，物業管理都牽涉多方嘅持份者，點樣去取得共識啦，同埋合作，就係我哋必須長期面對嘅。綜合以上嘅原因咧，物業管理的確係唔容易，但正正都因為挑戰多，我哋先可以更展現到專業同埋團隊嘅精神。咁我哋喺未來嘅方向啦，包含咗5個重點嘅範疇，向住戶推廣一啲低碳生活嘅模式，鼓勵節能減碳，持續優化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嘅措施，亦都會嚴格遵守法例同埋內部指引，積極探索一啲智能嘅科技。最後，我哋都希望打造一個充滿關懷同埋互助嘅社區，透過唔同活動去支援居民，亦都鼓勵社區嘅參與，實現真正嘅共融同埋關愛。今日就係我哋嘅分享，多謝大家。